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昨天看到了列王记下的第8章，是南国的第5位王约兰，还有第6位王亚哈谢。亚哈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掌权哦，耶和华掌权。而约兰呢是耶和华被高举。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第9章，就是耶户哦。第9章第1节，先知以利沙叫一个先知的学生来，甲伊讲：你着准备出发，摕这瓣油去基列的拉末，到遐着找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亚户，对伊的谈判的中间，请伊出来，带伊入内房，将办来的油倒伫伊的头壳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选你做以色列的王。了后，你就开门，赶紧逃走。这个少年的先知就去基列的拉末，伊到遐看到众军官做伙坐伫遐，伊就问将军：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耶和讲：你要甲阮倒一个讲？少年人应讲：将军就是你。耶和就起来，入去厝内。少年人因油倒伫伊的头壳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选立你做上主的子民，以色列的王。你着杀死你的主人阿合全家，互我通报复亚西撇留上主的仆人进先知，甲其他所有仆人的血。阿合全家拢着灭亡。所有伫以色列中属阿合的查甫人，无论是自由的，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阿合的家甲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家共款，嘛甲阿希亚的囝巴沙的家共款。狗要伫亚述列的田园食亚西撇，嘛无人甲伊埋葬。少年人就开门逃走。耶和出去，来到伊主人的军官遐，有一个问伊讲：检问什么代志？是安怎这个小的来找你？伊甲因讲：恁捌迄个人，嘛知伊会讲什么？因讲：莫骗阮，你着甲阮讲。耶和应讲：伊甲我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选立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徛仔的顶站，互耶和徛伫顶面。因分扫甲宣布讲：耶和做王啦！以利沙继承以利亚没有做的，好，昨天我们看见他在第8章，好，他去高了哈薛，成为新的亚兰王，好，哈薛就篡位。而今天第9章，好，他去高耶户，好，让耶户要去篡约荷兰的位哦。好，那他找一个少年的先知，好，为什么耶户会在基列的拉末？好，那是因为哈薛，和北国、南国，好，在基列的拉末打仗，所以耶户带军，好，在那边驻守，好，驻防。约荷兰呢，好也去，好，但是呢，他被亚兰打伤了，所以他就退回去耶斯列养病。好，在昨天第8章我们有看到。而这年轻的先知，好，按着以利沙的吩咐，讲了一样的话，好，神要立耶户为以色列王，然后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在报亚哈的仇，还有在耶洗别的身上，好，亚哈全家都要灭亡啊，好，就像以前的耶罗波安，就像以前的巴沙王一样。耶罗波安好是北国第一个篡位的，巴沙呢好也是篡位的，好后来又有新利也篡位，暗利也篡位，好现在呢耶户他也是篡位啊。好，那这青年讲完话逃跑，而耶户的同事同袍就问说这个疯狂的人是谁？好，耶户本来不想讲，但是呢
耶户就说上帝透过他告诉耶户要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他们的反应也很特别，立刻就说耶户做王了，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，让他登上去，而且呢宣告耶户做王，可见呢水到渠成，上帝的时间到。我们继续来看14节，安尼宁西的孙约沙法的囝亚何背叛约荷兰。约荷兰甲以色列军兵北方守基列的拉末，因为叙利亚王哈瑟攻击以色列。后来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伊甲叙利亚王哈瑟交战的时受的伤，然后对遐军官讲：既然你拥护我做王，就毋通互人逃走去亚述列报消息。然后就使战车去亚述列，因为约荷兰要倒伫城里。犹大王阿哈谢已经去伫遐探访约荷兰，有一个守望的徛伫亚述列的城墙顶的守望台，看到亚何的军队来，就讲：我看到一阵军队。约荷兰讲：派一个马兵去接伊。煞问伊讲：有平安无？迄个马兵去迎接亚何讲：王在问有平安无？亚何讲：平安无平安，无你的代志，在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使者到因遐煞无倒转来。王搁派一个马兵去，伊到因遐讲：王在问有顺利无？亚何讲：顺利无顺利，无你的代志，在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伊去因遐嘛无倒转来。赛车的冲真凶，看起来那亲像是宁死的孙亚何。约荷兰就讲准备战车，因就甲伊准备。以色列王约荷兰甲犹大王阿哈谢坐家己的战车出去见亚何，因伫亚述的人拿别的园拄着伊。约荷兰看到亚何就讲：亚何有平安无？亚何应讲：你的老母亚西撇的淫行邪术遐尼多，哪会为平安？约荷兰就甲车射环头逃走，对阿哈谢讲话讲：阿哈谢反啦反啦！亚何出力开弓，射着约荷兰的脚趾片，箭对伊的心脏捅出去，伊就跌落去，死伫车内。亚何对伊的军官比甲讲：甲伊ฮ็伫亚述的人拿别的园里。你着会记得你甲我做伙坐车缀伊老爸阿哈的时，上主对阿哈的预言。上主有讲：我昨昏有看见拿爸甲伊的囝儿的血，我立誓，我要伫即区园报应阿哈。他拄照上主的话，将约荷兰ฮ็点即区园。在列王纪上的19章，以利亚要去膏3个人，一个就是哈薛，一个是耶户，第3个是以利沙。以利亚只有完成以利沙，但是另外2个呢是由以利沙来完成。逃过哈薛的刀，那后面有耶户的刀在等。逃得过耶户的刀，后面也要死在以利沙的手中哦。好，那我们看见昨天北国约荷兰被哈薛打伤，但是呢，今天呢约荷兰在养伤的当中呢，却被他的手下的将军给刺杀，而且呢是一个他完全来不及准备哦。好，那这个刺杀的过程呢，耶户也见证。当初约荷兰的爸爸亚哈还在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有听到这些话。神说他看见拿伯的血和拿伯粽子的血，所以神就说他要在这块田地上就是要在拿伯的葡萄园上来报应亚哈。但是呢，因为亚哈的谦卑，所以呢，这不在他活着的时候。在他的2个儿子亚哈谢从楼上摔下来，后来也没有求问神就死了，以及后来做王12年的约荷兰。约荷兰呢摇摆不定，那起起伏伏，最后呢他也被耶户一箭穿心而死哦。
好，那我们看到耶户的刀已经开始在展现威力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27节。犹大王阿哈谢看到安尼，就拔下干的路逃走，也互立伊话讲，嘛就甲伊拍死。接近以色列人上高岭的山坪的时，阿哈谢伫车内受拍伤，伊逃走去米吉多，就死伫遐。伊的人神用车甲伊的尸体载去耶路撒冷，甲伊安葬伫大必城，伊家己的墓，甲伊的列祖做伙。阿哈谢做犹大王的时，是伫阿哈的囝约荷兰11年。耶户到亚述列，亚西撇听见，就西装打扮，对窗仔看外面。耶户入城的时，亚西撇对伊讲：大使主人的心里，你有平安无？耶户举头窗仔看，讲：养互我的人伫倒位？有2、3个太监对窗仔压伫看伊。耶户讲：甲伊歇落来。因就将亚西撇下落去，伊的血喷着墙壁甲马，也互西战车甲伊的尸体交给，也互入去也接也啉，讲恁去处理迄个受咒诅的妇人人，煞甲伊埋葬，因为伊嘛是王的查某囝。毋过伊要去甲伊埋葬，敢若找着伊的头壳甲骹手的骨头。因倒来甲耶户报告，伊就讲：这拄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提书比人以利亚所讲的话，狗伫亚述列的田园食亚西撇的肉，亚西撇的身尸伫亚述列的田园，为甲本相款，无人会认出。那约荷兰死后，好，那一起出来的还有南国亚哈谢，好，这个亚哈谢就是滥交朋友，自取败亡哦。好，那他一路向着南跑，好，从耶斯列跑到以伯莲好的孤儿，以伯莲这个地的名字的意思是吞噬人民哦。然后呢，又逃到了米吉多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好，他的逃亡的路线呢，好，就是非常的紧凑，但是呢，在逃的路上呢，好，被打伤，好，所以他负伤而逃，那最后呢，死在米吉多，好，米吉多的这个地名的意思是群众之处哦。好，那所以一个堂堂南国的王亚哈谢，好，他是南国约兰的儿子，好，但是呢，他却死在北国，而北国的约荷兰，他的哥哥也叫亚哈谢，那呢死在耶户的刀下，那所以耶户的刀大显威力。好，那后面接着呢，第3个是早上的耶洗毕啊，好，耶洗毕呢已经听见风声，好，那他知道自己插翅难飞，反而呢就开始化妆打扮，包括眼影梳头，坐在窗户向外看。一看到耶户，他还讽刺他杀害主人的心力。列王纪上16章第9到14节，好，那这里就讲到了心力篡了以拉的位啊。好，那心力呢？他是一个背叛主人的大臣，而且呢，他在位的期间，不仅是北国最短，也是南北国最短，只有7天，而且他死的时候呢，是在宫中自焚而死哦，好，所以是非常的悲惨。那耶洗毕用先例来讥讽耶户哦，但耶户呢不甩他，一样收买人心，有谁顺从我？有3个太监，那他们呢就听了耶户的话，把老板娘耶洗毕从楼上抛下来，好，那在血呢也溅在墙上马上，而耶户呢就驾车从耶洗毕的身体上面开了过去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
那当耶户呢进城吃饱喝饱，好，那他想到好要把耶洗别埋葬，毕竟他也是叶巴利好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啊。好，但是当他们要去埋葬的时候呢，好，短短的时间吃顿饭的时间，好，耶洗别只扫到他的头骨、脚和手掌。那他的身体好都不见了，好都被狗吃了。好，那这就应验了列王纪上21章当时以利亚的预言。好，耶洗别的尸体必在耶斯列田里的地面上，如同粪土，甚至没有人认得出来这个尸体是耶洗别。好，不管他再怎么化妆，再怎么梳头，好，那短短几分钟后，好，一切呢都成为空啊。今天的金句在9章21节，约荷兰就讲准备战车，因就甲伊准备。以色列王约荷兰甲犹大王阿哈谢坐家己的战车出去见耶和，因伫亚述列人拿别的园拄着伊。我们看见上帝的安排，非常的巧合，但不是巧合，是因为上帝一直记得神亲自为他受苦的仆人伸冤。当年耶洗别疯狂屠杀神的先知，陷害拿伯，霸占他的葡萄园，杀害他的众子，把10诫当中能犯的全部都犯了。但是呢，神的时间到，神会一一追讨回来。我们也看见为何一个北国的王跟来探访的南国的王，好，他们的相遇，却最后会一起，好，在拿伯的田上，好，葡萄园当中遇上耶户的军队呢？好，那你回想到这里呢，好，真的不得不说以利亚，好，上帝对以利亚所说的，好，那果然都一一来成就。而我们也看见耶洗别，好，这死到临头，好，那还一直注重他的外表外貌，好，那还口下不饶人，好，还讽刺耶户是心力啊，好，不过他最后死的状态呢，非常的凄惨了，好，体无完肤，没有人认得出来，好，就像粪土一样，好，最后一一都应验在耶洗别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今日面对物质的欲望或是重外表包装，或是追求权力的崇拜这是世上所追求，但是让我们能够追求神的话，对神有纯全的心跟敬畏的灵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。我们看见耶户的刀是一个行公义的刀，是一个神愤怒的刀上帝你有你的时候是你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要听凭主怒。而上帝你也会用恶人来教训恶人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，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，而不要违背你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好，让我们知道要谨慎，要小心不要流了无辜人的血，而神你必定会亲自来报应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在你每天话语的当中，能够有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能够持守对神纯全的心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恳求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